最平可以做到29蚊，鏡框咧嗱幾百款，28蚊。依家你帶住呢個導航翻譯支付。Hello 各位，我係 Yandy 啊，咁我而家咧就出發去艾斯啦。我今次就去咗南油分店。我喺深圳灣口岸過咗關之後咧，直接打車過去，大約都只係10零20蚊就已經去到眼鏡店噶啦。如果坐地鐵咧，就可以坐9號線或者12號線，都可以嚟到南油站。之後就係 F1 出口，上到地面之後呢，其實呢就只係一條直線，路程大約1分鐘之後呢，就可以到咗眼鏡店嘅樓下。眼鏡店就喺新寶輝大廈嘅26樓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到咗艾斯眼鏡店南油站嘅分店啦。一副眼鏡都係出廠價錢，而且佢哋已經拎晒官方授權認證，例如香港人好熟悉嘅 Hoya 啦、伊士路啦、彩絲啦，呢啲已經有晒官方認證，所以絕對有信心。南油分店嘅店鋪呢，有7000幾尺，我哋略略咁望一望分店嘅環境先。呢度光線充足，環境舒服，空間感呢都係好大，就算多人呢都唔會有局促嘅感覺，可以喺度慢慢試眼鏡，試到啱心水為止啊！呢度仲有幾間專業嘅驗眼室啦，每一間呢都設備完善，而且仲有眼底照相機啦，亦都有彩絲三維定位系統，亦都有好多休息嘅位置啦。如果你配假眼鏡，家人喺度等嘅時候呢，都有舒適嘅環境俾佢哋坐，仲有好多款嘢飲招待客人添。首先睇下呢個5重禮優惠先。第一重禮 Hoya S1 系列 1.5 微轉膜漸進，而家特惠價呢都只係198。二重禮消費300蚊送防霧眼鏡布。第三重禮消費800蚊呢，送眼鏡布加太陽眼鏡一副添。第四重禮消費滿1500蚊呢，送防霧眼鏡布加彩絲清潔眼鏡布一盒，同埋加一副太陽眼鏡添。第五重禮啦，艾斯眼鏡所有分店呢，港幣人民幣1比1啊，即係比以前更加優惠啊。Judy 老闆娘啊，呢幾排有咩優惠啊？有啊，等你介紹下。而家鏡框咧嗱幾百款，28蚊鏡框先需要28蚊港幣喎，而家有港幣人民幣1比1。鏡框28蚊，鏡片29蚊，最低都57蚊起，即係有散光啊，200度以內嘅散光、老花、近視都可以配到，同埋咧最快半個鐘可以攞到。又有呢邊咧98蚊嘅鏡框，配漸進。可以送98蚊以內嘅鏡框，全部都可以送。28蚊、98蚊，全部都可以送。如果超出98蚊咧，就可以減98蚊。就補翻個差價就得啦。都係港幣，收港幣。咁國產鏡漸進咧，最低係290蚊。咁而家開雅咧有一款鏡片漸進，原價係990蚊嘅。咁我哋正常咧折完係346蚊，但係而家咧我哋係做補貼。先198蚊港幣，仲送一個98蚊嘅鏡框，係咪好吸引呢？非常吸引啊！即係所以咧，如果有朋友需要配漸進啦，可以上嚟試下。好。跟住呢一部呢，就係德國斯萊柏 AI 嘅測量儀器，睇到清。聽下好。好，依家就搭緊電梯嚇。係。好。左右喐下頭嚇，係啦。熟悉環境啊！呢一個測試過程呢，大約就係10分鐘，之後呢，就會有一個報告出嚟。呢度就係遠中距離嘅視線動態地圖。用你嘅眼點喐咧，佢已經係全部都取集落嚟㗎。到時就會根據呢個動態地圖去幫你定製鏡片。下邊有個 ID 咧係單獨屬於你自己嘅。呢個咧就係頭先check 到嘅報告。呢個係睇遠、中、近。睇遠咧，紅色嘅係代表你睇得最多嘅部分。紅色
睇遠嘅部分咧，即係比較偏向正中間啦。中距離咧，佢下邊可能你嘅用眼咧睇中間嘅時候可能會偏左邊少少，但係咧你近都係一樣。所以咧佢就會根據工廠，我會 send 呢個 ID number 過去咧，佢就即係查到呢個結果。咁佢就會根據呢個結果咧嚟幫你訂做一副專屬於你自己嘅鏡片。咁戴上去咧，舒適度就更加高。而家有一副智能嘅，應該大家都有聽過啦。Rocky 嘅 Rocky， 佢咧係可以面對面翻譯80幾種語言都可以，即係面對面咁樣講咧就可以。平時你旅遊啊，唔識聽嗰個即係人哋嘅語言咧，咁你可以帶住呢個，人哋講乜嘢咧，佢隨時即時可以翻譯嘅。佢帶上去咧，就可以見到有個文字啦，你就直接同佢講 Hi Rocky， 跟住咧佢就會你想我想導航去邊度，跟住佢即刻就會帶你即係會同你講點樣去導航翻譯。支付即係可以，同埋可以付款，QR code 就可以直接付款噶啦。可以打電話、聽音樂啊，全部都可以嘅。同埋咧，呢個仲可以配度數嘅。正常嚟講咧，佢裏邊咧低度數都一般冇問題啦。佢裏邊有個圈仔，有個攝石嘅圈仔，可以直接咁套上去。咁你哋如果需要配度數咧，咁都可以配到，直接咁樣吸上去。而家主要咧好多間冇現貨嘛，咁我哋有現貨嘅，咁可以隨時去即場嚟買。我哋有IC 自己嘅鏡片，國產鏡，最平可以做到29蚊。你防藍光咧就加多10蚊，變色咧就98蚊。如果要超薄就68蚊，即係比以前就平咗好多啦。同埋漸進咧，我哋而家最平可以做到290蚊。咁之前其實價錢咧同以前差唔多，但係咧而家我哋嘅鏡片升級咗，全部都係做高清 4K 嘅鏡片。咁比起以前嘅鏡片咧會薄啲，同埋透光率。即係光透啲，同埋咧漸進咧最大嘅分別係嗰個通道啊嘛。咁而家我哋係優化嘅，咁將嗰個通道咧範圍做大咗，咁個戴上去舒適度咧就會高好多。雖然價錢同以前係一樣嘅。但係而家我哋可以收港幣，都係一樣送工廠價98蚊以內嘅鏡框。即係呢個漸進。係呢個漸進，全部都係包一副98蚊嘅工廠價嘅鏡框。IC 眼鏡除咗儀器先進啦，驗光師經驗豐富，其實我最中意佢哋嘅地方呢，就係價錢豐儉由人啊！你可以幾十蚊都配到一副眼鏡。又或者你揾專業級數嘅眼鏡，呢度亦都有，真係可以配合到唔同客人嘅唔同需要。佢哋仲有完善嘅售後服務，例如配咗鏡片返去30日內咧覺得唔舒服咧，IC 眼鏡咧係會幫你重新一次可以驗眼，有需要嘅話咧更加會幫你免費更換全套鏡片，而且喺呢度配眼鏡咧就有永久免費保養服務㗎。可以免費清洗，又或者假調整服務，佢哋都可以幫到你㗎。大家有需要驗光，又或者配眼鏡呢，記得揾IC眼鏡工廠店啦。咁今次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中意呢條片啦。想睇更多不常吃喝玩樂嘅資訊呢，記得訂閱 Yandy 啦。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上呢，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㗎啦。多謝晒各位收睇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